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月13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本地伫今仔下晡要来台湾访问的台湾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国务院透早临时宣布取消。英国昨一天就新增加上1000个人死亡。日本关西东海地区顶7个都市暗时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电话关掉，千万就唔通看手机啊！有教授跟医生拢提醒，摸摸看手机啊是正伤目睭。新闻开始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咱今仔日增加4个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分别是为印度跟印尼入境的。另外，第839案受到感染的医师、护理师的女朋友哦，到底去过什么所在，嘛会来公布。那么来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所以在1月7号6点等于18点15分到17点50分，在桃园全联的桃园文慈店，这个主机是839的哈。那1月9号的中午12点40到13点20，在星巴克国际门市，这是838跟839一起去的。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到等于是13点20到13点45，在正宇五金行桃园国际店，这也是838跟839一起去的。那1月10号，那因为838已经到医院去值班了，所以主机只有839的上午在9点半到10点到全联芦竹大竹店，那10点到10点半到宝雅大竹大新店839那傍晚等于18点45分到20点到大江购物中心，在整个一个社区的接触总共有因材的人数有55人本身839它1例是阳性，那其他检验出来有47例是阴性，那7位检验已经采检，但是检验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学校部分总共在接触的有43人，那39人是学生，4位是老师，那39位都阴性，已经采验出来，那4位老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正在检验中。昨指挥中心嘛公布讲，台湾有2例本土病例，一个是医生，是伫病院内底画到的；另外一个是护士，是这个医生的女朋友哦。这个就算是社区感染。指挥中心是表示哦，这医生有协助武汉肺炎的病人插管，也毋过主要负责插管的是麻醉科的医生，也毋过嘛有感染科的医生是讲哦，虽然离病人愈近，风险是愈悬，也毋过若是病毒量真正足悬的，嘛会透过喙瘾佮空气传染哦，防护无够顶真，风险愈悬。2001届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感染的状况，已经是伫2020年3月份，迄当阵3个护理人员去互围着，好佳在无引起社区感染。毋过即届本土病例第838例是桃园某一间病院的医师，因为照顾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去互围着。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明指出，以来感染风险上悬的所在，就是手术室。随帮插管主要是麻醉医师负责，毋过是科维亚协助医师，防护衫若无穿好完整，伫智能公车以内距离都有可能有感染风险。那下呼吸道的分泌又是病毒量最高的地方，所以插管的那几分钟呢，其实病人周围的空间里面病毒比较多，甚至空气里面都有气溶胶，所以这个时候是气溶胶会产生的时候，所以它就可能会飘1-2公尺。所以站在旁边的人都是有风险的，所以一定要防护装备要非常的齐全。发生以来感染的病院，采分层分流，敢若会当出去，袂当入来。相关39个医护接种人员是立即去居家隔离，而且甲相关患者刷去高一个人的病房隔离观察14天。专业的员工会伫3天了后，搁一届安排采检。黄立明表示，上好的方式就是采检2届，而且伫2礼拜了后搁验抗体。若是敢会造成社区感染的风险，也是爱看疫情调查结果。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常务理事李炳英表示，可能要等21天了后，1月底进程拢袂当放零。是21天就是有加上前5期，然后再诊断又延迟一些时间的话，如果2-3个礼拜之内没有出现相关的病例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比较放心。
指挥中心预计下晡会公布第839例去互感染医师伊的护理师女朋友详细卡热，因为第839例毋是伫咧院内感染，是伊的亲密接触者属于社区感染，佮加上这段期间有前往北部课台上课。红日日起疫情调查同学目前伫咧采检当中，下晡会进一步公开调查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本地伫今仔下晡特别来台湾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国务院伫透早声明表示讲，因为过来要尽快交接，所以取消国务院所有出国访问的行程，嘛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澳洲的行程。外交部佮总统府是表示尊重，嘛感觉真可惜，望讲未来克拉夫特会使佮找时间来台湾。针对访问取消，中国国台办嘛佮一概强调讲，因反对美国甲台湾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原本13下晡要到台湾访问，就在就无人机进前，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目前继续甲总统当选人拜登团队做交接事宜，确保未来8天权力交接顺利完成。所以这礼拜所有出访计划拢取消。其中，就国务卿蓬佩奥13、14的访问澳洲的行程，也还有克拉夫特无法度来台湾访问。外交部我们对美国国务院的决定表示理解跟尊重，外交部我们感到非常可惜，但是我们也欢迎克拉夫特大使在未来适当的时间来访问台湾。克拉夫特原本14要见总统蔡英文，佮发表演讲，讲台湾国际参与的情形，即马也拢取消。总统府表示感觉真惋惜，欢迎克拉夫特未来用有时机来访问。中国进前就对美国官员访问台湾表示强烈反对，甚至批评是政客写真进前的疯狂行为。这摆克拉夫特取消行程，是不是缓解两岸紧张的关系？国台办今日表示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民进党当局顽固依美谋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必遭严惩。蓬佩奥怎么会在意中国大陆的压力？第二个，布林肯怎么会在还没有接任以前，就让自己给北京一种印象，北京施压他就会改变？针对这摆国务院取消访问的原因，黄介正分析，因为中国压力可能性无大，因为蓬佩奥的反中立场真明确，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政权交接期间真复杂的工作，这时阵确实也无较适合有其他动作。蓬佩奥也应甲准国务卿布林肯提前会面，做好交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前总统蒋经国过身33年的纪念日。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早起嘛去桃园大溪头寮祭拜哦。因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临时要取消来台湾访问，因是拢表示会使理解。蒋经国总统过身33周年，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江启臣13透早去大溪头寮祭拜。前总统马英九嘛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临时取消来台湾这件代志做出回应。总统怎么看克拉夫特临时不来？是不是打脸民进党？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们不意外。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受访的时阵嘛表示，美国考虑到国内政权交接，政治安定为优先，国务院以这个理由取消来拜访的行程是会当理解的。蔡政府应该在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永续跟实质的发展这一部分，要更加的努力。江启臣表示，针对台美关系，国民党自来就主张爱务实、爱实际，嘛期待未来拜登政府上任的时阵，蔡政府会当持续甲美国保持好的互动甲合作的关系，甚至应该深化甲强化。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队伍男队对保留转来到台湾，后来有36名阿兵哥去挖着武汉肺炎，因为目前全球的疫情搁滚价，国防部嘛决定讲要来取消今年的远航计划，加任务来做调整哦。国防部的副部长张德平也强调讲，相关的训练拢有完整的规划，并未造成影响。2020年4月完成任务的海军屯务舰队转来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去欢迎致意。想要到煞爆发36个官兵群聚感染，影响到国军的形象。
因为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还阁真严重，国防部决定取消今年的远航计划，毋但袂停课友邦，嘛袂出海航行训练。但是安尼敢会影响到训练的量？国防部有其他的规划。相关的一些防疫作为，我们会都按照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导来办理。出访可能会重新评估以外，相关的训练都已经很完整的规划。海军司令部发布新闻稿指出，将敦睦远航的任务调整做暑期的训练，用环顶训练4礼拜，甲港口训练4礼拜方式做相关的训练，互毕业生未来当顺利接手部队的实务工课。这也是敦睦远航对1965年开始，当年实施到今，头一遍因为疫情只好爱取消。廖亚立委拢会当理解，但是嘛强调讲，军事训练爱继续，袂当动点。敦睦的活动不只是敦睦所谓的木邦仪的这个动作，还事实上包括了军事的相关的演习跟演练在里面。所以我想，其他的部分应该还是要照旧。敦睦舰队在训练的计划当中有许多是海上的操演，未来在持续的训练计划的进行，我认为是确有必要。海军敦睦远航训练是当年军校的毕业生准备要离开学校落部队进行重要的训练，主要目的是让海军南挺的官兵做远航的训练，而且拜访友邦。海军司令部强调讲，伫咧做训练的期间，会做好防疫工作，确保官兵甲学生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昨宣布讲，要来展开甲国会暴力事件相关的调查。目前至少有160件案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开记者会，针对国会讲伊使人支持者冲入去国会，伊是真生气。伊强调讲，暴动迄天伊的演说是真妥当，无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伫咧收集影片、相片、甲社群媒体资讯等等各项资料了后，会针对国会暴力事件开始调查。In 6 days, we have opened over 160 case files, and that'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ose 170 cas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opened, and I anticipate that's going to grow to the hundreds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美国总统川普早一点准备前往德州出发进前，甲记者表示，国会暴动迄天，伊对民众演说无啥物无妥当。You read my speech, and many people have done it, and I've seen it both in the papers and in the media, on television. It's been analyzed, and people thought that what I said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but they've analyzed my speech and my words and my final paragraph, my final sentence, and everybody to the T thought it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Okay. 川普当讲演说的上后尾一句话是对现场准备游行要去国会民众讲：“阮爱你，恁是非常特别的。”伊的发言后来去媒体讨论，认为讲是煽动，后续就发生国会暴力事件，而且造成死伤。公司新闻黄良编译。再来看英国，昨一天就新增加1243个人死亡，警方加强执法咯，针对违反防疫嘛已经开出45000张的罚单咯。英格兰的首席医疗官嘛警告哦，说来这几礼拜会是疫情上害上歹的时阵。另外，美国国会顶礼拜暴动了哦，嘛已经出现第3位胃着病的议员咯。今年88岁英格兰国民爱德华兹去做新冠病毒疫苗。英国第10月启用7个大规模注射中心，伊是属于优先注射的对象。I feel very relieved. I can't understand anybody, not wanting to have it. 英国12通报单日新增加1243人过身。英格兰首席医疗官惠提示警，选去几礼拜恐惊是疫情上海时期。 The peak we had back in April last year. We had about 18,000 people in the NHS. We currently, as of yesterday, have over 30,000 people in the NHS. The next few weeks are going to be the worst weeks of this pandemic. 目前英格兰正是第3摆全境封锁。英国内政大臣巴特尔要求全国民众确实遵守防疫规定，同时在加强执法之下，已经替换开发。 The rules are tough enough. You've already heard 45,000 fixed penalty notices that have been issued. The more we follow the rules, the sooner we can drive this awful, atrocious disease down.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施耐德宣布确诊，伊也是顶礼拜国会大厦暴动了后第3位感染的国会议员。伊认为家己是伫当时的冲突当中，甲真侪名拒绝挂喙暗的共和党议员，掉伫房间内底被传染的。
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12日宣布，为20日开始，坐飞机入境美国旅客爱出示3天内体检阴性证明，无法度提出证明，或者是证明已经空坏文件，免坐飞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年的寒冷哦，已经有3波的寒流了，种菜饲鱼的农民损失是真歹算哦。对于消费者来讲，最近的菜嘛是真贵，农民嘛真无奈哦。大家拢希望天气会使赶紧变好。所有的菜拢比往年较贵啊。菜一直在起价，后来市仔卖菜民众跟来当笑笑啊。毋过农民的状况嘛无较好，因为这波菜价起的原因是元旦开始小连续报道的3波寒流，致使叶菜类的成长变慢，采收期延后嘛，互菜色供应量变少。营养拢袂大，含出就袂出了啊，个芒啊像无出。由于温度的关系，它生长的速度就比较慢，那相对的供给量就会减少。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当供给量减少的时候，价格就往上涨嘛。加强宣导说，叫农民怎么防灾。以高雄主管来讲，拄好是3期的肥菱仔，中盘的价格拄3礼拜前的32块起到今卖的56块，已经要1倍。若是花莲的高丽菜，嘛同款，因为寒流佮加上一直落雨，致使高丽菜卖大，进场量变少，价格就变悬。也因为数量少的关系，导致我们的价钱都有攀升的状况。但是我们花束呢都有引进外来菜，来调节这个蔬菜量。虽望菜有起价，毋过大部分起的幅度嘛无法度弥补延后收成的损失，嘛互农民真无奈。因应寒流，真侪县市拢已经启动天然灾害查报、甲救助作业程序，但是对农民来讲，也是希望天气赶紧回温，互因做事会当恢复正常，甲好好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猪肉的拍卖价数嘛，已经超过农委会之前讲的65块到75块的范围。早起立法院的新农委会预算的时阵，有民进党的立委就质疑讲，猪肉的价数一直起，敢是有人在操作？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强调讲，目前的价数阁算是合理哦，嘛保证讲伫过年之前，猪肉的量绝对是有够。政府开放内地进口的政策实施，嘛互猪肉的价数一直起。拍卖价数为1月初1公斤72块，起到77块。早起立法院经委会审查农委会基金的预算，执政党立委陈定辉指出，新北市的价数起到80块。虽然农委会表示要伫合理的范围内底，不过民众的感受是真无同款。当然，合理的范围在这个趴数里面，可是民众听不下去啊，民众听不落去啊。另外一个执政党立委林地华嘛质疑讲，敢会是因为有人调工要调悬价数？安尼若无法度照顾市底的业者，嘛增加民众生活的负担。市场借故调高猪肉的商品售价的行为，不但没有反映获利在猪农身上，对于广大的消费者而言，造成严重的负担。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面对猪肉的价数欠悬，伊也是强调讲，这是伫合理的范围内底，嘛挂保证供应猪肉伫过年进程是无问题。因若小卖价数变动的情形，嘛会提供资料给相关单位。如果趁机找借口、理由调涨的，这个当然公平会跟消保处就已经有开始。所以你们这3个单位，消保处、农委会强调讲，新正都要到啊，各种的加工品用国产猪肉，加上天气真寒，食火锅的人增加袂少，还佫有肉品的进口减3成，这拢是造成猪肉起价的原因。中华民国市猪协会理事康富豪强调讲，因为国际贩卖起价，即卖猪肉的价数只是反映成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进党地区的副执行长吴怡龙早起伫电台接受访问，伊讲哦，伊会搁选2024年的立委。目前嘛，伊嘛讲目前上重要的代志是，互民进党会使来推出上强的候选人，拍赢台北市长的选战。互可能嘛要选市长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会使继续留伫中山区来选立委。就电台节目接受专访，民进党地区新经界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吴怡龙看起来真轻松，因为即马干那伊一个人来竞选台北市的东部主委。主持人周玉蔻就问吴怡龙未来规划，伊嘛讲2024年会来选立法委员。2024选立委啊？你要选啊？哦，好啊，不然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个也要？因为人家都叫你去选市长。
教育局表示，吴怡农担任主委，也就是等于讲失去2022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资格。不过吴怡农回应讲，伊自决定参选主委之前，就已经公开讲过家己的角色是全力辅选。头一个目标就是2022年，民进党会当提早推出上强的候选人来应战，和有可能参选台北市长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2024年会当继续留在中山北上山区来选立委。我们的任务当然是让蒋委员在2024还在中山区选连任，参选连任，这当然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当然是我们的期待。你的目标就是把他的台北市长打了之后，你还在中山区继续跟他打，然后把他打败。若是针对蒋万安提案修法，甲戒严时期受到政治迫害者洪博秀的财产行倒转来，吴怡农表示，国党派青壮世代愿意站出来讨论这件代志，值得鼓励。蒋万安爸爸蒋浩炎是俄罗后生的主张，有对时代的进步。吴怡农表态要选立委，毛自信2022首都市长选举，民进党会当选赢，和两个人各一届来对决。针对这件代志，蒋万安办公室是无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德因为决定新年晚会无要停办，坚持要继续举办，引起真侪批评。伊今仔伫广播节目中嘛讲到，讲伊认为有人会串联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全部做伙停办哦。郭文德佮讲部长陈时中其实并无赞成停办晚会。另外，针对后个月伫新竹要举办的台湾灯会，交通部观光局是表示，若是台湾有社区感染，灯会就会停办。打电话跟他讲说，那个基隆、桃园、新竹要停办。我第一个念头，基隆、桃园、新竹，都绿营的。对，他们有什么内线消息吗？伫广播节目顶悬咧怨叹，台北市长郭文德进前决定讲，照常举办下年晚会，去互外界骂甲无一块好。郭文德不满，讲基隆、桃园、新竹三个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雄雄决定停办晚会，至于迄当阵是有人咧带风向。佮讲卫福部长陈时中并无赞成停办晚会。陈时中本人赞成不赞成？我跟你讲，我老实跟你讲，陈时中是一直不觉得不必要的。所以这也是，所以陈时中跟黄珊副市长也是觉得说，他也是想说没有嘛。他说没有新的证据啊。考虑疫情了小媒体，包括新竹县、基隆、花莲、金门，拢宣布取消每月或者是延期来举办。高雄市甲台南市嘛，甲马拉松的比赛延期。台北市府回应讲，目前并无暂缓活动，抑阁有每月，不过会看疫情的情形，随时来做调整。因若新北市每一年元宵进前拢会举办灯会，即个敢会因为疫情来延后办理，或者是直接取消？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所有的选项拢无排除，嘛会随时检讨甲修正。目前所有的选项都不排除，甚至缩小规模或是延办、取消都有可能。不过，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做滚动式的检讨。侯友宜表示，停办每月影响到餐厅的生意，呼吁甲餐厅合作，甲每月改做围炉菜包倒转去。酋长嘛改做线顶时薪，才袂影响到经济发展。因若今年的台湾灯会原本2月26就要伫新竹市来举办，交通部观光局已经请新竹市研究应变计划，若爆出社区感染，上歹拍算敢若会当停办。针对这点，新竹市文化局回应讲会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各地拢无水通饮餐，专门咧种米的台东县、池上佮关山嘛传出无水通用。水利署是表示池上佮关山会先分区轮流来灌溉，也毋过有农民是真烦恼讲大家会抢水。县政府嘛呼吁农民讲爱体谅嘛一定爱来遵守分区灌溉的规定。天气较无遐尔冷，台东地区早起有出日，农民赶紧去田里，甲水路开饮田。台东县池上甲关山地区灌溉用水，因为旧年无风台嘛无大水雨，主要会当摕来饮田的碧南溪水量比旧年减4成。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表示，为即嘛开始，池上圳甲关山圳采取分2区轮流压榨冬稻啊，为即嘛到2月20为止，互农民拢会当有水通补产。分2区，就是说让农民可以依照我们排定的这个时程来进行插秧的一个作业。分2区轮流饮田的方式，农民也是感觉真辛苦，因为今年会当补田的季季较晚，因烦恼讲，就算有水通补田，嘛无一定有法度收成，要是会影响到万冬稻啊工作的时停。我们种的品种会生长期比较长，所以说割稻时间延后，我们第2期的时间会完全被压缩掉。稻子在开花授粉的时候没有水，那时候是需要大量的水，如果水源不够，会影响到我们的稻作。农民烦恼轮流灌溉，要是会发生烧济用水的情形，
台东管理处表示，若是雨水高、水量有够，会阁检讨放令轮流灌溉的时间。不过嘛，呼吁农民大家斗小经，做伙度过这个艰苦的时间，照轮流灌溉的时间表来引田。嘛建议田的地点伫水尾的农民会当休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昨有一地苗栗造桥的民众，因为不满苗栗县政府伫去年底许可一间需要废弃物的掩埋场会使营运哦，业者昨就准备要动工咯，也毋过民众就挡伫机械头前，无要互机械入去，不准先暂时停工咯。怪手顶顶的重机具准备要驶入去暗台场，煞互大批民众挡落来，表示不爱互抢上时间。带头抗议的前局长刘正宏甲自救会代表，嘛甲业者冤家起冲突。对啊，你现在先抓我了，主张说他们就是强制罪，他们认为是，所以他现在他又讲说有现场可以靠，他们认为不怕被抓，那我没有意见啊。自救会成员无愿意退让，就是无爱互暗台场市运转。大批警力到场警戒，苗栗造桥这位事业废弃物暗台场。摕到苗栗县府的许可，对今年正月初一开始进行3个月试运转。当地居民烦恼讲，会对地下水源甲农地造成冲击。就是灰渣、炉灰、那个工厂废弃物、有毒废弃物，还有医疗废弃物啦，它会污染到我们这个废弃物掩埋场周遭的地方哦。因为它只是用一个帆布盖着哦，2年会破掉哦。当地居民不满，未来才会处理全台湾8000多栋的事业废弃物，敢若是1月份就真侪件抗议。苗栗县环保局表示，业者对2002年就摕到许可，但是伫2021年因为连外道路的问题去互退回，后来申请资料保证，敢若会当依法核准。昆营公司提出的申请文件已经经过土地主管机关认定连外道路是现有巷道，可以公众通行。那也就是说，原来的缺失事项已经获得补正。苗栗县府表示，试运转的期间会加强环境监测的项目，加强稽查，但是民众坚持县府应该撤销许可，无就会登记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婚姻馆伫去年有真侪粪扫场回收站拢回收，婚姻馆的环保局展开调查发现问题佫真侪，初步估算要改善需要上千万的经费。县政府是表示讲会来向中央争取补助。来到好的粪扫掩埋场，前者队人员开着怪手进行勘图的作业，主要是要防止发生粪扫场火警的事件。因为去年婚姻馆包括斗南、拿来、仑北乡镇市的粪扫场和自收站。若有发生火警，环保局希望各乡镇公所提出相关的改善计划。家户的树枝的修剪下来的量，这个量是非常的多。那一直囤积在我们场内，其实会造成我们里面场内的一个风险啊。文林县环保局表示，为去年12月开始，环保局针对县内20场粪扫掩埋场和自收站进行总体检，发现主要问题是因为各场的粪扫堆积量小悬。各每工的勘图作业无确实，拢是容易造成火警事件原因。所有掩埋场总体检也陆续发现了一些问题了那包括说整个掩埋场里面的一个整理堆置点没有充分的一个做区隔，还有这个沼气管也甚至有一些已经被掩盖掉了这些防火设施根本都很欠缺了环保局表示，经过总体检，除了要求公所需要做好源头管控，每工的勘图作业。已经向各公所建议提出相关的改善计划。目前初估各掩埋场需要急迫改善的经费大约上千万，将由文管府协助向环保署争取补助来规划改善。记者为您报道。因为连续几日天温度是真低，又搁落雨，中兴公路台北线对路崩坑口的东边，昨崩山是崩甲真厉害。虽然工程人员透未抢修，也毋过应该是无遐尼紧哦，所以会经过这的民众就爱特别注意。这是台北线174.8公里的所在，伫咧坠落崩坑的东边，昨日发生真严重的土石崩落，唔但车无法度过，天上地过地嘛登去。听说是昨天凌晨3点多掉的石头，然后路大概也垮了1/3这样，然后在那边等了差不多到10点多，他才开放通行。台电甲泰鲁阁工务单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抢修，伫咧昨日暗时9点抢通，毋过所发现路基有10公尺左右的损害，要修复有一定的困难度。主要是在上面坡这个岩块必须尽快来清除危险的这些岩块，那才有办法保障游人的安全。
那至于下边坡的部分，目前公务段也在评估看用什么方式来尽快恢复路基。另外，因为真侪土石落落去，嘛造成入不溪有积一个凹出来，工程单位也搁伫咧继续监控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科技部今仔宣布讲，后礼拜1月2日，伫美国会来发射2粒国产的卫星哦，一粒是飞刺卫星，会使来观测电力站的电浆；第2粒是玉山卫星，会使来追踪全球专家的路线。这嘛是咱国内头一遍大规模来发射这种立方卫星。猎鹰 SpaceX 那个火箭哦，延迟到1月21号，所以1月21号会有2颗飞鼠跟玉山会先上去，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部卫星的人才培育的一个局，主要是要让研发人员、大学老师跟学生有一个太空梦。科技部表示哦，这2粒卫星目前拢已经伫火箭顶头咯，2日会伫美国的东华来发射。飞测卫星是由中央大学制作，关系到未来5G 的发展哦。玉山卫星由民间的公司来制作，会使追踪、追接、监控交通。科技部表示哦，本来的目标是每1年发射1粒人造卫星，2019年哦发射福卫7号发射了哦，去年底本地要过来发射气象的卫星，也毋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卫星太阳能电池交会延迟，所以要等到2022年才会来发射。再来看教育部之前预告要台独幼儿园袂使规工半工，也是做分科的外语教学，引起真侪质疑。托育政策推行联盟今仔早起哦，搁再开记者会来表达因反对的立场，嘛批评教育部讲哦，法规修正执行的方式甲现在规定是完全共款。联盟讲，既然是完全共款，就无需要去台独条文咯。王小姐有2个囡仔，大汉的读私立幼儿园，中班就开始学英语，学甲真痛苦。细汉囡仔是读公立幼儿园，无学英语，伊主题活动学习互动甲基本能力。我的小孩在念幼儿园的时候，他在学期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背诵。2个孩子的比较之后呢，我发现其实错误的教育方式对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王小姐质疑，私立幼儿园用全英语、双语，也是英语分科教学，政府根本就无咧管。幼教学者也强调，学龄前的语言学习，唔是为着要培养囡仔讲外语讲甲真认真，应该先学母语、华语，最后再个学外语。除非他幼儿园毕业就到国外，或者在国内升学的话，他需要用国语来进行学习。教育部以避免外界误解禁止幼儿园甲英语做理由，规划要拆掉幼儿园袂当用规工、半工，也是分科来教外语的规定。托明认为，颠倒会害家长误会，当作是要开放幼儿园规工、半工，也是分科来教英语，反对教育部来拆掉这项规定。幼儿美语教育教学已经到了发高烧40度的地步，这个对小孩、对社会负面影响非常的大。托育政策推行联盟指出，教育部讲修正了后，甲过去的政策立场一致，修正了后的执行甲规定完全相同。若是安尼，那就搁大动作来开条文，呼吁教育部着大动啊！若是硬要修法，恐惊会去害着囡仔未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倒啊耍，毋但囡仔真爱耍哦，其实老大人佮囡仔嘛会使做伙耍。咱来看有社福团体就设计一种老大人、少年人佮有囡仔拢会使斗阵耍的游戏，咱嘛做伙来看卖。伫即道老的少年三大人做伙耍倒椅，抽到回乡卡牌，海水阿公随去找贵阿嬷，教伊安怎上马的正确姿势。下一轮换22岁大学生，以咬讲咬演来分享生活趣味的代志。他都会先冲到我房间，然后就会这样子跟我说：“快点下来玩，快点这样子。”搁抽一张卡牌，三大人摆出真自信的趋势。这个题目唔係講愛動腦筋，搁愛活動身軀。年紀輕的大家比較有活潑，這個人呢也感覺會比較年輕。
社会福利团体设计3代人拢会当耍的倒椅，互老大人甲少年中间有沟通的平台，有表达想法的舞台，佮有社区参与的机会。用这种会当哪算哪活动，互脑筋甲身体袂退化。明天是世界末日，你今天想要做什么啊？我就大概讲个天马行空啊，因为你会思考，然后想说，我这一张牌，我要问到什么节目？你家己嘛学出来的蛋。社会福利团体希望倒椅会当做心灵类的辅助工具，甚至是社工未来伫为老大人服务的时阵，会当用算的来了解个案。其实长辈只要有多一点的社会参与，对他来讲都是非常好的。设计这款适合老大人也会当算的倒椅业者讲，老大人到一定的年纪了后，理解力可能变差，也会真孤单。用这种的角色扮演的倒椅，让少年人会当分享长辈的经验，长辈原来有机会回想过去，分享着美梦。同乐的亲友家属也会当用算的来看老大人的身心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非法移工的问题哦，阁未少。最近有一批移工来到台湾，却无法度申请工作证哦。这移工会使讲是互中人骗来到台湾，嘛已经交互中人未少的钱，也毋过来到台湾却无头无路，生活拢有问题，即马嫌中人嘛找无人。你好，你好。做伙学中文，因是进前，互移民署认定是人口买卖被害者的越南移工，地头园这间教会安置中心待3个月，除了烦恼，行法院真费气，搁爱操烦无收入。现在我们那个借钱来台湾很多。我要那个赶快有工作，赚钱呢，寄钱回家。这个移工拢亲像阿强，同款借钱来台湾做事，却拄到后台中的移工的中人公司违法安排去工地，落尾移民署查到违法，送来这边安置。移民署前一阵嘛发人口买卖受害者的鉴定表给因。这种就是讲吼人口的买卖，这种是或做简单来讲就是讲劳动的剥削，吼，就是讲伊用一寡无正当的手段限制伊的自由，强迫伊做事。咱台湾人口贩运来讲，第二种形态较侪。人口买卖显示出台湾移工市场常常发生的问题。像阿强因，虽然摕到鉴定表，不过安置中心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证明的时阵，却搁拄到爱因向原雇主解除合约的难题。雇主是表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工人在他们公司。据我了解，是这些公司都是所谓的空头公司，根本没有老板在营运。安置中心讲，案件已经伫台中地检署处理，移工的中人公司目前嘛找无，移工的工作权大受影响。劳动部是表示，拄到这个状况，一般由安置单位发准正信函予雇主，但这个案已经有参台中市府来了解，会陆续寄工作证。记者陈雅文、李巧凯，桃园报道。真侪人要困之前，拢会看一下手机啊，其实安尼是真伤目睭哦。有清华大学的教授是表示，若是电火拢关掉，佮一定爱看手机啊，上好是甲荧幕的光线调好黑暗的。也毋过哦，要看手机啊，上好嘛是爱甲电火开起来。在困之前看手机啊，也是3C 产品，是真侪人的歹惯势，嘛造成目睭的负担。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现，踮黑暗的环境看手机啊，甲手机啊荧幕光线调较暗，比伫咧黑暗中敢若开小拍电火，对目睭的伤害变得无遮大。看久了眼睛会酸痛，可能过了好几十分钟就会酸痛。可是现在如果有开启绿蓝光模式，可能时间就可以拉长。我们发现，其实你可以把手机关暗，跟外界一样暗，一样暗的时候看起来很舒服。然后呢，我们的眼睛会开启暗视觉，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眼睛好，身体好。眼科医生提出3项建议，就是全面调暗、有效气囊、甲减少使用，其中甲手机啊光度调暗，会使有效减少进入目睭的总体光线。周边视网膜的细胞是负责在暗的地方，它会发挥它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如果你在很亮的地方，长期使用这个光明视觉，会让我们的黄斑部这些细胞过度使用，会造成一些光伤害。
研究团队阁发现，电火光色袂影响读册清楚度，暗过会大大影响安全读册的时间。甲白光比较，黄光的电火球会使加长9倍读册时间。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咱台湾的健保已经办25单，来看南投鹿谷有一位93岁姓刘的阿嬷，伊的健保卡一遍拢无用过，是前一阵仔因为放疗有血，才头一遍去病院看医生哦。这阿嬷的记录互伊互另外拢加一条，嘛讲阿嬷实在是真够保养身体。甲健保卡插入去机器内底，所发现一笔资料都差无，才知影讲健保卡的主人南投县鹿谷乡一位93岁姓刘的阿嬷，自健保开办以来25单拢毋捌用过，事后医护人员拢感觉真神奇。结果一查以后，我看到阿嬷的所有资料完全没有用过健保卡，25年来，她从来没有拿健保卡去看过病。这位93岁姓刘的阿嬷，拢毋捌用过健保卡，一直到前一阵仔放热感火才行病院，也互人真好幸讲，这位阿嬷正正拢是安怎保养身体，哪会遮健康，拢毋免互医生看。她都每天起床以后就要自己煮稀饭，食材部分都是着重在素的，她很少吃肉，因为她现在到外面不方便嘛，都在家里面这样子走一走而已。台湾的健保制度，互个人看病愈利便，费用也减省真侪。不过，这嘛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不时发生。也病院头一摆拄到，当才第一届用健保卡阿嬷，也专工送红包甲礼物来祝福阿嬷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农改场第10年举办涉猎柑仔米的比赛哦，今年有95组的产品报名，是真竞争。评审是表示哦，农民的管理技术拢进步真多，所以柑仔米的品质佮口感是拢真好哦。要选出冠军实在是无介简单。小果토마토竞赛由台南农改场主办，邀请专家、学者、佮果子店的头家来做评审，因穿深色衫来评断토마토的外观、口感。比赛的토마토就有产销标奖，尤其标奖甲生产对数条码，该个农药残留检测，才会当到第3关比冠家。各组的品质拢一粒一高度评审。番茄类还是小果番茄。这个要天气冷哈，这品质会比较好。评审起来，尤其在前面这一段哈，就是比较高分数的这一段，这个很难评断啊，很难去评判它是谁第一、第二。这届有95组的农民报名参加，虽然受秋天天气烧热影响品质，不过这届的토마토甜度平均拢有10度，可见农民制作的技术有大大提升。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竞赛，能够引导农友把它的品质、卫生安全可以做得更好。这届比赛前3名全由嘉义县的农友包办，想要吃看冠军토마토滋味的观众朋友就把握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正港是宝岛哦，一年四季拢有真丰富的水果。以早西瓜只有伫热人大出，也毋过即马寒人嘛有西瓜通食。来看屏东的车城，因为有落山风哦，所以车城寒人种出来的西瓜嘛是各甜各爽。那么做伙来看卖。讲到西瓜，是咱伫热天时啊上解接食到水果，有人摕来假接，也有人摕来做冰，食到到底是透心凉。不过寒天时啊的屏东车城也有出产西瓜，滋味一点仔也袂输热天时啊的水准。非常的脆又清甜，而且甜又不是很腻的甜。那果肉呢，不是那种软软的，是有一点脆度的，非常好吃，很浓的西瓜香味，非常棒。真侪人拢认为讲西瓜是热天才有的水果，其实伫屏东车城好一步地理优势。那寒天时啊，雨水少，也有落山风，加上附近的温泉水，和这个所在所生产的西瓜气味确实无同款。西瓜是一整年都会栽种，每年都是从那个恒春这边开始。我们这边就是在这个气候哦最适合，因为你夏季有雨水风险大，那个澳门这边是因为落山风、东北季风吹袭比较干燥，所以它就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天然灾害的影响。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唔那芳开10足又搁坐汤。乡公所要特别举办车城乡西瓜节，也邀请民众做伙来去西瓜田里办西瓜。乡公所也表示讲，寒天时的屏东唔那有温泉、落山风，也搁有西瓜，希望民众来到屏东会当来到车城行踏，体验无同款的口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关田国小推动食农教育已经超过10档哦，学校内底种真侪无同款的菜色，互幼龄园国小学生自细汉就使来体验做食人的辛苦，对土地感恩哦。最近学校阁摕到农委会颁发的食农教育贡献奖。学生囡仔聊了菱角田，欢喜咧采收辛苦种出来的菱角。这是台南市关田区的关田国小，甲农会、苏建会合作，投入大量的资源，伫校内建设侪场地，来推动食农教育，已经超过10档，受到农委会肯定，得到109学年度的推广食农教育杰出贡献奖。校园内的水田、旱田、鱼菜共生园、空中农园，还有我们的智慧的温室，一座是给我们幼儿园使用，一座是给我们小学部的小朋友来使用。我们确实也落实到幼小衔接，还有小学跟国中的衔接。除了菱角以外，关田国小也利用校内侪食农教育场地，规划真侪种作物的实作，亲像稻啊、柑仔蜜、高丽菜、甲草鱼等等，互囡仔会当学到各种无同款的种作方式，落实幼稚园甲小学囡仔的食农教育。探讨了一些皮塘、渡槽桥，还有我们菱角跟水雉鸟等等的课程，爱护我们的土地。珍惜我们的土地，从林志玲的课程当中，不断的累积奠基他们在食农这方面的深度跟厚度。为着要促进人民去了解食物的来源，甲在地农业，也阁有思考环境甲生态的永续发展。农委会是大力咧推动学校的食农教育，关田国小嘛积极咧响应，规划课程，希望会当互学生囡仔更较了解做事的辛苦，保惜食物甲咱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饲鸡仔来做动物园是真罕见哦。咱国内最近嘛举办全国头一届的观赏鸡的交流活动，现场有等是超过70种的观赏鸡哦。主办单位希望讲会使透过这种交流，互民众认捌观赏鸡，会使来带动这个产业。日本吼，这算千叶县的小金鸡吼。这一只鸡仔，唔是摕来食，是互人观赏的。全国一心会观赏鸡保护联谊会会长林志颖和全台饲鸡业者，甲台中科技大学做伙举办全国第一届台湾观赏鸡育种交流活动，展现真罕得看的鸡仔。透过这个活动来介绍，互大家知影讲吼，咱饲这观赏鸡，下嘛会使互大家看到鸡仔的水，嘿啊，甲伊高水的所在，咱就希望利用这届第一届来介绍大家了解。侪民众把握这个机会去参观无同品种的鸡仔，包括小军鸡、A 鸡仔，佮有塞拉马鸡仔。现场超过70种鸡仔，是真正人目。它这各种类别的这个鸡种，那个确实很多，它很特色，很多特色，有的有大有小，你看有那个它的观赏用的那个小鸡的那个形态啊，或是它那个颜色花色都很特殊，值得来这个观赏。台中科技大学有全国位的宠物美容系副校长是表示讲，透过这个活动，通互业者佮有学生一个新的舞台，打破大家对鸡仔干那摕来食的印象，伊也是有各种形态。我们学校本身有宠物美容系，那推广各种的宠物的照护以及疗愈。第二个，我们培养年轻人，我们给年轻人舞台。所以我们也给这位养鸡达人林进龙先生提供这样的一个舞台。观赏鸡的羽毛、色水和图案是800种，希望透过产学交流，做伙推广观赏鸡，让宠物的美容市场更加多元。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佮加上封城，有真侪学生拢无法度去学校上课。英国的 BBC 就做一寡免钱的课程，伫电视顶头播送，希望使来帮助弱势学生。同款伫英国有一寡好野人的家庭哦，规气着规家伙仔带去马尔地夫，这个疫情无遐尼严重的所在生活。Hello, I'm Karim, and this is Bite Size Daily. 英国第3摆封城关学校用婉拒讲下到2月中为避免学习断气。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系列的免费课程伫电视播送，希望用陪伴学生度过难关。
not every household has got broadband internet. Not every house has a device or multiple devices if they've got multiple children. And also, for some parents, English might not be their first spoken language, so they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rough the homeschooling and help their young people with that. Open out your legs and put your arms in the air. 卡球员为热身开始，分解示范每一个动作。BBC 透过电视授课，除了基本学科，也教体育，佮针对小学生、中学生为因制作每一个课程。Miley was absolutely fully engaged just before she went and did her lesson with it, which just makes life a lot easier than having to set them up on tablets. 疫情打乱世代教育，和资源无够家庭囡仔功课对袂着，这项教育计划对弥补教育缺口有帮助。在花莲区去无人的小岛，外靠观光业的马尔地夫，为去年7月重开边境大门，欢迎国际旅客。生活富足的家庭全家大细逃离疫情。Voyez, c'est notre carnet de réservation, le numéro des chambres et les semaines, les jours à venir. Donc, vous voyez, tout est plus ou moins plein. 入境只需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无需要隔离。度假村甚至鼓励旅客免挂喙安。7天的旅程要6500欧元，新台币超过22万，敢若是这个月订房数都超过8成。It's not cheap, but I think it's a travel you make it once in a lifetime, and I think at the moment it's a good point to do it. 各国政府拍拼防疫，不过依然无法度阻止出国度假人潮，也互大家看到散车好野之间的距离。公司新闻王碧文评论。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